今日就嚟到啦美孚，大家望一望，有冇朋友識呢度係邊度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日咧就係美孚嘅麗欣園多尺，而家就到達現場。佢現場嗰個環境咧，佢半堂園又唔係半堂園，非常特別。但係針對呢種情況咧，我哋新會講座就設計咗一個款咧，就非常安裝。如果大家睇到呢度有類似差唔多呢種情況嘅，睇到呢度留意下，睇下我哋解決方案 O 唔 OK？ 大家望一望，呢個係現場，佢呢邊係個梗位，大家往呢邊睇，呢邊咧又係個細梗位，就變成中間呢個係出入口，係個大門。呢個大梗位嘅尺寸咧，大概就489度，細嗰邊咧大家睇睇5寸度。好啦，接陣呢個出入口限制咗我哋就有固定位置咧，就做一個固定嘅門，出入口咧就做個半堂園。而家咧就用呢種方案，睇下最終嘅效果俾大家望一望。關注我，群師傅帶您了解更多智能家居資訊。